盘冲到40101点，也那台积电因为连续过6天起价，互证交所列做注意股，早盘捌盘到2230块。走人乌山路一搭价厝透早5点半发生火灾，一对母仔囝哪像走白负全死去，详细原因还佫需要调查。高雄一间国小的家长指控囡仔伫校园内底，互同学举刀仔甲恐吓，学校表示，这个同学有影有举刀仔，会概率辅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台82线快速道路，我家己东照迄段，今仔日早起呢是发生一桩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沙石车为着要闪这乌多摆，甲轿车相撞，结果这台轿车转前入去人的园林，规台车是安尼弄甲密密茂茂。原来这台沙石车呢，嘛因为并车，车道在的这石头是压甲规涂骹，拢总是有4个人受伤。怪手无认真去路边，沙石车并且伫咧路边，规条路顶面拢是石头。这是台82线加去东石向州仔的路段。在时要7点的时阵，这台沙石车甲一台轿车相撞，警消人员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去病院，嘛对现场的交通进行管制。现场为砂石车与汽机车发生车祸，砂石车翻覆于顺向车道，自小客翻覆于对向车道，车体严重变形。现场有4名伤者，分别脱困后皆意识清楚。我大家拢都袂记，我骑刀啊。啊，你是要搁直行，还是要倒啊？直行啦，搁要直行了。现场会当看到，互弄入去田内底轿车已经变形，规台车密密茂茂，沙石车载的石头嘛影响到两边的道路。现场路民众讲，沙石车为着要闪车，也是啥物原因，才去弄到轿车，结果家己嘛失去控制来并车。上司可能为了闪欧多巴还是闪车子，你知道吗？走到可能也是有可能驶了黄绳，有惊到慢车，慢你多少外侧车道，慢个内侧车道，去弄个加不加车，一般要往左慢跟往右慢加并车。警方初步调查，在偷照的沙石车可能无注意到头前车祸，要闪机车的时阵才会弄到轿车。车祸造成4个人受伤，详细车祸的原因甲经过，阁需要再调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这中华的警方是来查到一个毒品的分装场，结果这嫌犯呢为着要秘警察，竟然背对4楼悬的厝买顶去。警方是请这消防单位赶紧来支援，落尾是有顺利抓到人，也那现场也查到依托米子、安徽他民警等其他的犯罪工具。另外，这警方同时嘛有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机房，拢总是抓到13个嫌犯，才有这诈欺等罪嫌，甲因移送法办。到总务顶那边过去了。哦，伊要甲迄爬袂起呀！嫌犯伫4楼悬的窗仔边，想要爬起伫厝顶逃走，画面看起来真危险。鹿港分局进前接到证据，讲是有嫌犯伫面体咧分装毒品，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抓人，想袂到嫌犯为着秘警察，竟然爬位厝尾顶去，最后嘛是互警方抓起来。现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米值、安非他命加分装毒品的工具。现场为毒品分装厂。即查扣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以及安非他命等制造分装工具1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诈骗车手和中华警方抓起来，也个捕杀杀，这是电信诈骗集团的机房。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真奸巧，家机房设伫台中的5车乌一等所在，而且一直在刷位，佮和其他诈骗集团合作，找车手进行洗钱。经检警团队锲而不舍地追查，发动6波拘提、搜索等行动，陆续将13名被告逮捕到案。到目前为止查获的42团，那有288人。那在毒品的部分在这个时期查扣了14.1公斤。警方表示，统计到3月份受理的诈骗案，也是以假网络拍卖加投资诈骗上济。另外，爱特别注意，最近伫网络社群平台出现利用假影片性交易，拐骗被害人买游戏点数骗钱。若无配合，佮威胁被害人公开以嫖客身份，警方就提醒，若和网友要求买游戏点数，一定要提关警觉。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来关心一件意外，这是云林斗六乌山路一搭家厝啊呢，是今仔日透早5点外的时阵发生火灾，因为这火是烧了真猛。60岁姓林的男性，也有92岁的老母，哪像就是因为走袂赴，消防人员找到的时，这2个人是倒伫的走廊，已经明显死亡。那另外一个30多岁的孙仔呢，是有成功走出来。目前这场火灾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进一步厘清。 现场封锁线救起来，火调人员入去调查火的原因。云林斗六乌山路一栋家厝啊，日白透早5点外发生大火，因为火势真猛，地势厝顶塌陷，疑似造成厝内2人未赴得命。哎呀，你讲你有听到？嘣一声，什么情形发生我唔知，因为灶他伫咧降薪嘛。对。小弟后来他跑出来了。OK 啊。对，因为阿嬷的行动不方便。 所以阿姑跟阿嬷是睡在一起的，所以可能睡着了吧，还是怎样？因为老人家没办法走路嘛。云林县消防局表示，日白透早5点18分接到报案，到现场的时，家厝已经全面在烧啊。厝内一个39岁姓林的查甫顺利逃出来，另外2人掉伫内底，包括一个92岁行动不便的时代，一个60岁姓林的查甫。经过调查，2人是母仔，救治的时已经过身啊。 有2名住户尚未逃出立即派遣2组搜救小组入室搜索于卧室右侧发现两名民众相拥倒卧在走廊处立即将2位民姑救出已经呈明显死亡。因生活因为老伙仔94岁吧，伊我行动无方便，因一个囝可能拢在甲顾啦。 当地里长表示，因是中介收入户，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后事。云林县消防局表示，详细的火灾原因也该等待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这几天，这台南的安南区呢，是因为人口增加真紧，目前这区内100多座公园，竟然敢若一个人咧管尔。这校长佮兼讲真，实在是武无啥会去。当然，公所内底2个科长呢，嘛是同款，因为这工课压力伤过大，所以甘愿降价因的这点调去其他的单位。也那台南市府是回应讲，会来检讨各区的人力的配置。 公所是透早袂少要办公务的民众出入境，台南安南区近年来因为中卫安全，人口增加，即阵已经超过20万人，行做全市第2大行政区。不过嘛出现行政能力严重失衡。根据了解，目前安南区公所正式编制67个人，那比永康区98个人少，甚至比规模干那1/3的新营区更加少。嘛传出有一个人管理全区107座公园，5年前干那70多座，大头变真重。 像安南区即阵真侪人，你来共款的，咱内底办公共款拢遐个人，你若不起来，一定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嘛，服务起一定会较差。对啦，爱人管，你也我讲的上简单，你又无钱面人管。 面对这么大的业务，安南区公所表示有2位科长挡袂牢，甘愿降调嘛要换单位，地方面来批评。台南新建做直辖市，安南区的行政经销编制永远是照固定标准，完全对袂到发展的需要。市府回应受到中央公务人员总业管制限制，目前会先增加临时工来补，嘛讲会全面检讨各区的人力配置。台南市政府不应该再继续忽视安南区人手短缺的问题。 应该立即重新编制所有的人力，一定要为我们基层来增加更多的同仁，让我们整个机能跟整个效率可以提升。牵涉到经费的问题我们会向中央争取经费，或者用工程那个生育款，还有其他的经费部分，我们来协助办理。除了人工无够，地方嘛烦恼公园的安全性，照现行制度，1公顷以下林地公园是由公所代管。不过，伫一个人面对100座公园的困境之下，1999通报维修，定赶袂好，嘛定出现游乐设施损害其等问题。安怎伫有限的资源内，确保全市公园的安全品质，是市府即阵爱思考的问题。
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旧年初时呢，伫国道1号永梅休息站是发生一桩电动车去弄到分隔岛的事故，迄当阵是隆重造成4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即马运安会是来公布这份调查的报告，讲这台车是超速，而且这驾驶的辅导系统呢无通好随判断这个标线，所以驾驶呢伊嘛无警觉，唔才会造成这种意外。目前这高公局已经针对着休息站入口的车道来进行改善。车西交流道要入去永梅休困站，这个分隔岛正正因为整体道路机械配置对车的操作较不利，和永梅休困站自2021年启用了到去年5月，连续发生14件冲撞的伤亡事故。尤其去年初发生的电动车弄分隔岛事故，4个人死，4个人受伤，所以这么要改善路线。进来路口已经改过，所以进来的动线其实还比较蛮顺的。再怎么改，也是开车上也是要小心一点啦。运安会立即公布调查结果，认为驾驶进前有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的习惯，但是发生迄当阵可能有启用系统无及时辨识标线，造成车偏离车道，驾驶果无及时发现无减速才会弄到，车果超载，整体道路的机械配置对车的操作不利，交通工程设施也无法度有效降低风险。扩大这个豪化区的这个范围，就可以降低碰撞的一个风险。另外，在这个分隔岛的岛头会增设碰撞防护设施，去降低如果车辆失控撞击到分隔岛事故的严重程度。专家学者认为，道路安全的使用，除了要有完善的整体交通设施的规划以外，也要注意袂使超载。国人认为小孩多几个没关系，都挤得下嘛。事实上，在安全上面是有顾虑的。车被撞击的时候，是车子的结构破坏造成这个小孩的伤势，也可能小孩撞小孩啊。那 ADAS 它虽然好用，但是呢，可能会使得反应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拉长。希望他们在整个使用的用途上面呢，能够完整的说明。运安会建议对新建的道路工程，或者是重大道路改善计划，按附道安检核机制，小客车的出租业者伫交车时阵，爱甲租车的人说明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爱注意什么代志，希望多方面注意，避免搁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台中太平一大公园这乌多摆停车场呢，是互民众甲指控，讲这市政府伫停车格边仔来设白色的红门涂装，若准这天色真暗，安尼根本都唔知影迄是砖啊，也是标线，所以害民众起步要骑离开的时，脚目去弄到这个红门涂装，骨头全安尼挤去，这个民众也要提起个背。倒脚目招火热甲乌青，就算用好带包安也当看到正整。台中一个民众去年11月初7，骑车带囡仔去台中市太平区的马卡龙公园佚佗，暗时8点外离开机车停车场的时阵，去弄到停车格边仔白色红毛涂装，脚180度崴着。后续诊断是骨闭气筋断去，甲担干来当前福建下无法度工作。转弯的时候，我撞到的时候，我才意识，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凸起来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的脚是卡在那个水泥砖，然后我的车子又夹在那个我的脚上面，所以我的脚是有点180度这样折到。马卡龙公园2022年底早启用，有3.15公顷，也有全台湾上悬的厝楼啊，连八壁设施，真侪亲子拢介意。市政府伫边仔规划起机车停车格。毋过，机车停车格有3个停车格边仔有16公分悬的白色红毛涂装，甲地面白色飘线色水真活，4颗咧，阁有真侪去找到的痕迹。受伤民众伫网络社群答问，当地民代嘛讲有接到真侪民众反映夹倒去受伤的案例。牵车的时候也有其实绊倒过，也有市民有跟我们反映过，这个设置到底有没有合法？那如果是合法，那为什么没有标示清楚？可能要加个反光贴片吧。路灯照下来的话，反光就是大概会知道说水泥砖的高度。台中市政府表示，停车场是建设局规划设计，白色红毛涂装是停车场的路肩石，做分隔车道甲停车格使用，避免车违规停靠，提升整体行车通行安全。公园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爱由受伤民众举证，后续会会勘检视是毋是有改善的必要。受伤民众是按算提国赔，希望家己是最后一个受伤的人。记者采访报道。
又搁发生学园安全的问题啊！这是高雄的全国式的家长，伊指控这囡仔伫校园内底，互同学举刀啊，甲伊恐吓，质疑这学校的处理是有问题。也那学校是表示讲，这个同学呢有影是有举刀啊出来，毋过其实伊无特别针对什么人。也那学校这方面也有介入辅导。另外，高雄市府是强调讲，绝对袂当温存霸凌，会继续来督导学校积极去处理。现出囡仔面上的伤痕，高雄凤山一间国小的家长指控，因囝伫学校互同学霸凌，已经去派出所报案，要对3名同学提告伤害。家长讲，因囝去互同学举刀啊恐吓，而且献刀的状况毋哪一改，互人质疑校园的安全。陆陆续续对着我儿子亮出美工刀，跟我儿子说我要让你死。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反映给校方，校方都知道这位同学有带刀到学校，然后他们都说什么那只是美工刀怎么样的。家长指出，献刀的学生家长敢若有背景，学校才无要积极处理。对此校长解释讲，无这款代志，确实有学生囡仔伫咧1月底甲同学冤家了后有献刀的状况，不过毋是针对这个真正家长的囡仔。主要对象都不是爆料者的孩子，2次是借用啊，一次是误会，一次是在班上的情绪高涨的时候，刚好手握美工刀。洪指控的家长讲，伊无对学校施压，因囝无举刀啊恐吓同学，无排除要保留法律追诉权。班导师跟他的家长说，你的儿子有问题有错，他不但不接受，他还骂老师3字经，然后他的爸妈还跟老师说，老师你都偏袒其他的同学。这件事情不是只发生在我身上，班上很多的同学都有这样的遭遇。双方家长各有立场，学校表示已经启动霸凌调查定序，目前也在等待调查结果。市府强调会督导学校落实调查，要求学校要以公正原则积极处理。另外，针对相关学生，校方嘛要提供辅导，积极关怀。公视新闻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台股今仔日开盘个冲上悬，上悬是来到40101点。因那台积电呢，是因为连续几若工拢起价，所以互证交所甲列做是注意股。今仔日早盘捌盘到2230块。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连18红了后，早至拜降温收乌，拖累台股拜二早盘开价，盘势是起起落落。不过落车无偌久，台股随点会反弹，一路冲到4万点。技术面呢，面临超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想要下车，有些人呢也想要上车啊，所以造成了这个指数的一个部分呢，在高档爆量，指数震荡的一个区间也扩大。专家分析，台股面对4万点整数大关来回震动真正常。宽达股台积电，因为最近小连续冲悬，互证交所列做注意股。拜二买盘观望，台积电股价早盘到35来到2230块。啊，那底线除了台积电有变红，联发科股价嘛有冲到2675块。鸿海早盘冲到234块。专家预期，伫台积电、联发科等个股起悬了后，市场资金有可能会搁倒转来到中小型的 AI 相关供应链。其实台积电的买盘差不多已经就达到这个上限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是台积电的股价呢，就走势就比较呢这个稍微的疲弱一些了。那可是其他的股票呢，因为卖压已经解除了，所以呢，今天的股价呢就走势呢就相对比较强势一些。专家指出，美国科技大厂要来公布财报，加上美国联准会这礼拜嘛要召开利率决策会议，拢有可能加深市场观望的气氛，台股有可能会搁来回震动。记者综合报道。拜五就是劳动节啦，今仔日呢是有10外个劳工团体去到行政院来表达因的诉求。因讲这台湾经济有成长，也毋过劳工朋友煞拢无去享受着。台湾物价、厝价啥物货全部拢咧起，所以因是提出3项诉求，希望会当就是基础正义，也有提悬劳体的提拨率，也有失业的给付。捍卫居住权！捍卫居住权！农业工会联名甲手头13万社会主体的支票领掉，抗议热清着政府基础正义的证件跳票，真紧就是5月初1劳动节，300多个劳工代表请假来到行政院外口，因指出台湾经济成长，劳工的生活品质所无对的改善，物价和厝价拢得起。劳工团体向政府提出诉求，要求因应物价甲通膨指数，爱甲20年无调整的6%劳体提拨率加悬。雇主6%可以提高到8%，也应该要建立所有的机制去随着我们所有的环境物价指数的调整去调动。接着，第二个，我们希望放宽劳工
自提的部分可以提高。劳工团体也希望业关失业给付水准调悬到投保薪资80%，也是业关就保投保薪资，嘛延长请领期限到9个月。伊嘛指出，目前囝生少的问题，都是少年人薪水上低，要生囡仔买厝拢惊负担袂起，要求政府爱落实社会主体建立较好的租赁，也是贷款机制，让劳工家庭通负担得起。他的生活费一个月扣掉车贷、房贷，再加上一些生活上的必须支出。真的没有办法再有能力买房子。我们赖政府有提过，这个社会住宅希望能够再增加，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显然跳票了。我觉得这对劳工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针对劳工团体的3项诉求，行政院嘛派代表出来接定情书。我们会来进一步来请那个内政部来进一步来处理，尽快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答复。谢谢。几月几号？来，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哦，是不是行政院的代表出来说，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带回去讨论，大家能不能接受？行政院代表为这个讲说，虽引起劳工团体不满，因也要求行政院上无爱有一个回应的期限，予全国劳工朋友一个交代。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恁的银行是来公布一份科技业的人才报告书，迄是讲即马受到地缘政治也个美国关税等等的影响，台湾这人才外派的趋势已经开始改变。去中国、香港也个澳门的呢是大大减少，也那亚洲其他的地区，包括着东北亚也个有东南亚，目前这需求是上界侪。另外，伫咧美国甲加拿大，这人才外派也有增加的趋势。台湾电子业即马是请外挂，供应链全球拢有，毋过面对地缘政治的风险加悬，科技业的即个人才布局嘛有出现改变。人力银行公布上新的科技业人才报告书，内底讲台湾的公司外派布局已经出现变化。半导体跟电脑及消费性电子业的外派，这持续增加，因为我们在看台湾的电子5哥或电子7哥，他们在人才外，在全球布局本来就都做得很早，而且很深厚。比如说在东北亚，或是在美加，还有在日本或是在东南亚国家设厂。来看统计结果，外派需求上界多就是电脑甲消费性的电子制造业，每一个月就要引1800人；所以来是电子零组件业，每一个月的亏到1100个，也个有软体甲网络业嘛有700个亏。外派所在中国、香港甲澳门的需求明显减少，亚洲其他的国家长期是依持伫咧3100个到3800个亏是占上济，主要是伫咧东北亚甲东南亚，另外美国甲加拿大嘛明显增加。随着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说他们会从中国大陆逐渐的迁出来。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成本其实升高了非常快，晶圆代工的台积电为首，日月光，然后环球晶等等的话，其实也都是以台积电的这个为核心，然后在美国开设新的产能。另外，人力银行嘛发现国内科技业的非主管职 IC 设计工程师是小数几啊档是排上关心的头名，包括类比 IC 设计甲数位 IC 设计，年薪中位数分别达到171万甲163万。其中数位 IC 设计起薪水甚至会使起到22%，毋过嘛有发现客服工程师嘛规个称起来，薪水会使起到20%，显示对企业来讲，甲市场顾得好，也个有做减法，这拢是最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搁在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是，这印尼雅加达的郊区发生一件真严重的铁基路的事故，有2帮火车总是毋知啥原因，安尼弄做伙，弄一个真吃力，规个车厢拢变形去。搜救人员是透暝抢救，目前根据了解呢，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38个人受伤。搜救人员出动机具来破坏，想要把已经变形的车厢撬开，希望会当赶紧入去内面，把受困的旅客救出来。好运性，互人救出来，旅客陆续互人用软轿去送病院。因过伫车厢内底，也有人无法度振动，当咧等待救援。有一位旅客就表示讲，事发迄当阵，伊当咧甲翁婿通电话，想要到话就讲也袂煞，雄雄就发生意外。Ada masalah di depan, nggak bakal bisa kereta nggak jalan. Belum kelar teleponan sama suami itu kereta nabrak. Dilalanya aku naiknya yang di gerbong 5, bukan di perempuan. Tadinya mau di perempuan itu di Bekasi aku naiknya. 这件事故是发生伫咧印尼首都雅加达附近的物加西市。
有一台通勤列车甲长途列车，唔知什么原因煞来相对撞，弄甲规个车厢拢变形。伫月台客满满，拢是咧等待家属甲吊伤的人，有人是烦恼甲行来行去，嘛有人当场嚎出来。印尼的国营铁路系统长期拢有上过老旧的问题，面对愈来愈大的运输需求，压力也愈来愈大，真正也捌发生这款的意外。印尼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讲，这件事故已经有4个人死亡，也佫有38人轻重伤，互人送去附近的病院。毋过目前也无法度将后去当阵详细车顶的人数甲伤亡的人数，无排除数字会佫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是去访问美国，这是让20当搁再有英国的国王去甲拜访。目前是因为受到这东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甲英国其实这关系是真歹，这是70当来上界严重的，而且搁加上北京最近呢，才拄发生枪击案，或者查尔斯这摆行程为安加倍。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去到美国白宫展开4天的访问。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身来迎接，这是自从2007年以来，搁再有英国的君主正式访问美国。这届访问也互当作是查理斯登基以来上重要的外交行动，特别是目前美国甲英国政府之间因为伊朗战争无对同，川普捌真侪届公开批评英国无愿意参与军事行动。In private, I think there will be some sort of gentle nudging by the king,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s to the armed forces, because he is head of the armed forces. Donald Trump has had things to say about that. I thought it was very telling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president had a go at NATO troops in Afghanistan and said they've been staying a little back from the front line. 不过，这场历史性的访问算是充满无平静的气氛。因为2天前伫华府才发生枪案，特别将甲英国大使馆周边维安明显升级。一直咧大西洋的另外一边，伦敦的白金汉宫外口，阁有一场反战的示威，因打扮做英国国王甲川普的模样，手提有写强悍的飞弹模型，批评英国政府允准美军使用基地来攻击伊朗，也认为国王伫这个时阵去访问川普真无妥当。The UK government are allowing the US military to use our air bases to load up with bombs, take off, and conduct strikes. That makes us complicit. And so sending the king right now sends a signal that we're actually okay. 有分析指出，查理斯这届行程是想要学1957年女王伊丽莎白2世伫咧苏伊士运河危机了后去访问美国成功的案例，希望会当发挥王室的影响力。所落来，查理斯要去国会发表演说，而且去维吉尼亚州甲纽约来参访。咁会当伫充满紧张的国际局势当中，成功来修复美国甲英国之间将近1世纪的坚定盟友关系，各界拢密切的关注。公新闻陈伟仁编译。继续等来看咱国内这海巡署是来举办第1届的国家海工奖的颁奖典礼。总统赖清德伫致辞的时有讲到，这中国铺设地带的侵略，即马已经变作是常态。另外，咱国防部是有测到中国的军舰驶入咱平湖的西南海峡。中共绕台动作哪来哪大，毋但对台发动军演，中国海警船也一直侵扰台海。毋过咱总会当看到互人安心的身影，海巡船舰伫台海第一线捍卫海疆。海巡署伫18举行第1届国家海工奖，得奖的单位包括应对中国军演的海巡署巡防组，以及侦办丰台58海难迫害案的舰队分署第4海巡队。典礼现场也公开安平级海难去年试射hướng2飞弹，验证海巡兵战转换的能力。总统赖清德伫台顶讲到，中国铺设地带行动紧来紧济，迫害现状变作是新常态，是海巡人员逐工都爱面对的压力。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结合跨部会能量，维护海底电缆的安全，确保国家运作不受影响。政府正在推动海巡的全面转型，建构海空整合监控能量。台湾位处印太关键航道，这片海域连接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在这里维持稳定，全球供应链才顺畅。捍卫海疆。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阁对太平岛寄光批予赖总统，宣示海巡守护海疆的决心。不过，中共27阁再予两岸的局势紧张，共军利用2型驱逐舰、公开2型护卫舰，编队拢入去平湖西南海峡。国军公开监控相片，严密来应对处理。
他是首次在澎湖水域进行编队式的这个演训，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高度的敌意。反之，日本就是在上周派出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船舰雷号穿越台湾海峡。另外，国防部也侦测到共机22只、共艦9只继续扰乱台海。学者指出，共军这步是有高度的敌意，目的是要反制美菲的联合演习。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因为涉案互人限制出境的姓罗的男性，伊伫日落暝时呢，装备穿甲好势好势，想要对金门收起到中国，结果互咱海巡人员透过科技监控，甲掌到，连面就互人杀回来。列屿槟榔屿海域的时候，发现一名可疑的目标伴随着很奇怪的水花，疑似向岸际靠近，立即调派我们金门海巡队线上。并且运用各项科技装备进行目视监测，研判为人员求泳的状况。最后发现该名人员体力不支，卧趴在槟榔屿科架的保利龙上面，随即通报巡防区前往查处。这分数是指出讲，一寡限制出境的人呢，会想要用受的离开台湾，也因为金门甲中国是真近，所以海巡执法的空间是受限的。为着要抓到这款偷渡的，是用这科技监控来争取抓人的时间，未来也会强化这科技的量能，提高查缉的效率。另外，再来看一个对中国过来到台湾的女性，最近呢是伫咧网络来开直播，互大家来看这新竹市府内部的空间，而且伊个详细来小解每一个所在，就连这市长室嘛好翕落来。市府是表示讲，因为这市府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古迹，平常时就有开放参观，也毋过外界也是有人认为讲，这开放参观其实无应该会当代表会当公开来放上影片，所以批评这款做法实在是无妥当。就是办公室哈，他礼拜一到礼拜五他都会在那边上班。用手机详细小解办公室空间，这是新竹市政府一位中国配偶最近伫网络放送新竹市政府建筑内部第市长室把迄甲1000里册引起议论。这办公区应该是不行啊，对，这就是通常就是只有在开放的公共区域有开放给民众参观。只要不涉及到里面内部人家作业情形，这样对无伤大雅。因为新竹市政府本身是古迹，平常时都开放大家参观，但民进党议员批评公开影片恐惊会有国安疑虑。市政府的这个大楼门禁管理要点就明白规定，非经同意不可以摄影跟拍照。那市政府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陷于国安跟治安的疑虑当中。新竹市是一个100年古迹，我们乐见各国的友人来听我们分享。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是一个公共空间，但请大家入内的时候还是要经过我们府方的允许。严格区分公共开放区与行政办公区，设有24小时的诸位警及安全监控系统，欢迎市民朋友在符合规定下来参观古迹。市府表示，因建筑物是古迹，欢迎民众来参观，但也有些管理要件。针对这件代志，也请检察局去调干涉画面，了解这直播的中国配偶的身份甲动线，来判断敢有违规也是违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选会新主委游盈良，伊昨是来讲到用这国际法来处理中国配偶的参政权，这是淡薄仔讲袂过。这款言论呢，互外界甲解说过，即马内政部已经是车到满面全倒灰啊。也那民进党团伊是强调爱来尊重独立机关，毋过嘛提醒这主委发言必须得爱有站站。也那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强调讲，这政府的做法是无毋对的，而且会继续落去。不这么做就会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做法没有错，我们也继续下去。针对前民进党立委李正受前几工惹的资格争议，行政院长杜英泰28重申，伊就是当时违反国际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甚至可能会配合中共对咱国进行情报收集，政府是袂用唔插。不过，中选会新任主任游盈良前一天唔拿质疑用国际法处理实在伤勉强，也强调两岸关系本来就有特殊性，立法参政需要政府甲国会对制度面来调整。他很公正、独立，我们来支持他是对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好，宪法也好。中华的领土是包括中国大陆的，没有国籍可以放弃啊，因为那国籍是我们不承认的嘛。中选会主委不是政论名嘴，他所提到的国籍法主管机关是内政部，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管机关是陆委会，那法条的解释也应该要尊重，就是陆委会跟内政部。面对年底大选无在籍投票，佮引起讨论，中选会游盈良表态，这是进步思维，认为虽然困难，不过嘛是会推动。佮激励讲未来可能为台湾选举当中的一届公民投票来试推杀业绩经验。时空背景有改变嘛？那现在就是说，可能要实施不再投票。对事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容易，的确有修改的空间。那你是说这中间的过程要怎么来实施？怎么样让选务工作顺利？这个也是很重要。其实意见正反都是并存的啦，可以做得很公平，不受到外力的一个干扰。那这一些疑虑可以去做一个澄清的话，那我相信最后立法院再来做决定吧。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以家己金门的案例，强调真侪民众反映返乡投票的困难。民进党团干事长曾瑞雄表示尊重，不过嘛呼吁游盈良应该针对如何避免选务乱象、甲维持公平性的问题来好好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明仔载这锋面就要来啊，全台湾拢会开始落雨。因为礼拜呢，也阁有另外一波锋面要来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要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另外，这黄霜雨季呢，连暝就要到，气象署也来发布预测，讲今年落这黄霜雨主要的时间，有可能会是伫5月中旬到6月中。这雨水量是正常偏少，中南部有较侪，尤其是山区，要爱特别注意。台湾刷落来特别进入黄霜雨季，气象署发布今年黄霜雨季的预测。今年落黄霜雨的主要时间，凡是会伫5月中到6月中，总雨水量是正常甲偏少，若气温是正常甲偏悬。气象署嘛讲，黄霜雨主要会集中伫中南部，尤其山区要特别注意。在降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5月是偏干，降雨是偏少这样子的机会，到6月的时候是以正常的几率是最高的，在7月的话，则是又回到比较偏干的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气象署嘛提醒，这几年黄霜雨季的总雨水量虽然无较济，也是变少。不过落雨时间愈来愈集中，落地时强降雨的几率加悬。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若黄霜雨方面通过天气会变较无定着，接的单位讲落大水雨、透强阵风，嘛要特别注意积水甲土石流，民众嘛要细致注意家己的安全。梅雨季可能发生这种剧烈的对流性天气，那要特别注意豪雨、雷击、强阵风跟小范围的冰雹或龙卷风。在豪雨发生的时候，要特别提醒注意一下积水跟土石流这些复合性的灾害。另外，气象署讲，虽然拜日好天，不过拜3、拜4有头一阵锋面通过，全台湾会落雨。尤其中部以北会落雷公雨，北台湾嘛变较凉冷。若第2阵锋面会伫劳动节连假上尾1天到位，时到阁会变天落雨。因假有计划要出门的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高金阳、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宜兰的铁路高架案，即卖已经确定啊。到时阵呢，这市区的东港桥都爱拆掉，就连下底这东门夜市也就对咧搬互走。一寡反案呢，其实是希望讲未来会当刷起到新的高架桥卡，也毋过代替这方面是认为讲，伫咧铁路的高架桥卡安尼动顶走，恐惊是会影响到公共安全。另外，这县府是表示讲会继续参代替来协商。并交到会阻碍市区的交通，所以宜兰县争取宜兰到罗东铁路高架工程，行政院最近已经确定这项建设。夜市的头家当地用火行环灭，吸引袂少人客。宜兰铁路高架工程若施作了后，就爱拆除宜兰市区的东港桥，桥卡的东门夜市啊，就爱面对迁徙的问题。团环是咧争取，看会当迁徙到新的铁路桥卡，却因为用火的需求受到阻碍。如果铁路高架之后，当然就变成同样是一个桥下，我们希望是这个廊道可以容量这个夜市来使用，因为周遭蛮多停车场。团伙人认为，夜市会当迁徙去铁路桥卡，周边停车空间有够，后续嘛对东门夜市的成长有帮助。不过，代替认为铁路桥卡使用明火，若发生火灾造成桥梁结构甲电气电话相关设施受损害，相关的损失会无法度估计。干部单位建议应该限制伫个高架桥卡使用明火等相关的设备，维护路线甲结构的安全。
我们还特别去戏子他们的那个夜市参观，因为他们也是在高架桥下面，他们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负责管理夜市的宜兰市公所是表示，要去实际区的夜市参观，伊嘛是设伫个铁基路桥骹，代替烦恼用火的安全，只要消防设备有够，就袂有问题。这案由宜兰县政府负责协商，代替表示，目前因为牵涉到明火、维修桥梁、甲行车安全等事项，也未达成共识。县府指出，会搁找时间协商解决用火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生态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中兴大学呢是来公布台湾真有代表性的加德症这行为的记录，分析这款特有症因的动作甲行为等等，研究的结果有发表伫国际期刊，也提供生态的保育一寡参考。江蟹围伫个母蟹边啊，咧挡路，佮人伊所用的针管，这是甲壳类生物。台湾加德症想要展现伊的趋势甲健康状况。另外，这只江蟹是甲伊的针管压悬悬，要甲大公身相拍，一个手就甲对方弹出去。国立中兴大学公布全球头一份台湾加德症的行为资料库，甲因的20种行为彻底解剖。那这种打架行为在他们生存的风险上，就是因为他们打斗的时候有可能太激烈，他们可能会造成大螯的受损，或是甚至直接致割。那当致割的大螯要再长回来的话，就要耗费非常多的能量。台湾加德症是台湾特有症，伊的特点是背甲呈现淡咖啡色，也是乌色。江蟹有白白大针管，有9成族群栖息伫个落水溪口的南北岸。除了会人针管以外，江蟹嘛会伫救午的时，伫磅空口搭一个亲像烟筒讲的物件。尾的是伫个捕卵的时，会贴出金字塔的形体。研究团队认为，保育工课毋那是确认物种是毋是存在，观测者的行为类型的样态、甲频率，就会当评估栖地品质、外界干扰、族群健康等状况。是不是可以表现出完整的这个行为目录？如果是的话，表示说它这个族群是可以存活，算是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有些行为不见了，或者这个行为的这个过程或者持续时间缩短了，表示说它可能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环境的压力。学者表示，这个物种是不是维持正常而且完整的活动，对着后续监测甲保育拢有真重要的意义。相关的研究成果最近刊登伫国际甲壳类期刊，无在幼体，嘛提供台湾加德症保育监测的一种参考指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这民间团体是有办白色恐怖记忆影展，选出超级大国民，也阁有罗马到15号等等24出影片，希望会当鼓励学校来运用。如果你问起倒数台湾的过去，我会甲你讲，会较目屎，地理历史的教育。影片以诗人李炳勇读家己的诗，如果你问起来带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历史记忆。这几年陆续拢有白色恐怖题材的作品，亲像国片《大王》嘛引起社会的关注。由民间团体主办的白色恐怖记忆影展，今年要改做校园串联放电影的方式，希望延续历史补课的热度。找一寡片，通啊做一个单元，然后呢，甲因的课外活动，也是甲某一寡课，比如讲历史课，也是公民课等等，通啊合作会。跟教育部就推动一个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就是要希望咱全台湾所有的学校、公务单位，拢爱推动转型正义教育。所以就是讲，咱老师唔免惊吓。自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开始，白色恐怖时期43年中间，有超过2万人受难。现台湾和平基金会自2024年开始倡议519白色恐怖记忆节，也开办影展来记忆这段历史。今年精选超级大国民罗马到15号等等24部影片，希望鼓励学校来运用。有大学团体参与嘛，表示少年家毋是无关心历史，是无机会了解尔。是用50几间大学学生会组成的，希望这个学校会当甲阮做伙，透过这个电影、这个影片，会当去学习到这个过去。主办影展的现代文化基金会和519行动组合等团体，嘛呼吁教育部扩大采买白色恐怖相关影片的广播版权，协助学校放影片，也是办影展。因嘛建议文化部在国际影展加强推广白色恐怖记忆作品，嘛通以补助鼓励校园甲社会团体举办讲座来深化社会的历史教育。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
印尼最近有真侪这公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哪像就是因为出声来批评官方的政策，结果互人家判流酸。类似的受害者呢，有要300个人。部分公民团体讲，这就是政府要来限制因的言论自由。今年43岁罗西迪长期投入印尼的环境议题，伊2月伫咧苏文达拉岛调查实况走私的议题，所互2个骑奥多摆不明人士判强酸攻击，规身躯拢灼伤，到他一个倒伫咧病床。Di daerah-daerah itu adalah wajib patuh terutama perlindungan kepada aktivis dan wartawan. Kenapa? Karena di daerah ini banyak yang tidak terbuka gitu, masih banyak yang tertutup gitu. Banyak masalah-masalah yang ditutupi, tidak terbuka seperti di Jakarta. 这款的情形并无罕见。3月，也有另外一个民间团体成员同款是受到强酸的攻击，甚至就一蕊目睭就安尼青霉，引发抗议。另外，伫去年3月，调查媒体天普的办公室是收到恐吓的报告，内底有部分鸟鼠的尸体，也佫有一只猪的头。这寡受害团体成员也是记者，拢捌出声反对官方的政策，而且伫部分案件当中，警方的调查进度是特别慢。所以，因认为这有可能是政府要压制反对意见的手段，目的就是要抬价架高。Iklim demokrasi yang hari ini dinyatakan oleh pemerintah ataupun rezim yang coba dibentuk oleh rezim itu bukanlah iklim untuk melindungi mereka-mereka yang bersuara kritis, tapi iklim climate of fear, gitu. Iklim yang menciptakan ketakutan untuk mereka-mereka yang mau atau sedang bersuara kritis. 不过，印尼官方是否认甲这寡案件有关系？有官员就表示讲，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满意度真高，完全无问题。事实上，伫咧印尼不当开发自然资源，抑佫有国有公司贪污的问题，是长期受到公民团体批评。现今的总统普拉比亚嘛捌互指控伫民主化运动内底强力镇压示威者。去年大规模的示威也逮捕数千人，造成10个人死亡。有人批评种种的现象，拢显示印尼到今拢抑佫面对威权的压迫，甚至是愈来愈害。本新闻由派准编译。南美洲国家智利有说22个掠毒犬的团队负责来找找这非法的走私。这个狗仔呢，毋但是一出世就爱接受训练，最近这训练中心呢，佮特别增加找假钱的项目。一群狗仔伫咧空地喐来喐去，毋过因毋是咧耍，是为着将来要变做是掠毒犬伫咧做准备。El proceso inicia desde el nacimiento hasta aproximadamente el año de edad. Durante las primeras etapas del cachorro nos preocupamos de estimular al cachorro mentalmente, condicionarlo físicamente para que se desempeñe de manera óptima en las diferentes fronteras en donde hoy en día aduana tiene alcance a través de sus perros. 伫咧智利中部的小镇洛斯安蒂斯，这个训练狗仔中心是属于智利的海关。伫咧训练师、兽医师等等专业人员的合作，狗仔一出世就开始接受神经的感知训练，互因会当加速适应足侪无同款的执法环境，譬如讲机场等等的边境关卡。也若一般掠毒犬的训练，除了爱互狗仔用片的，就找出可疑的海洛因、大麻等等的毒品，还佫有分酒、枪会帮的物件。也若最近嘛增加找出非法现金这项课程，智利政府嘛指出，卖毒的集团毋若是买卖毒品，含洗钱都有，互狗仔会当斗3工，把这个黑钱找出来，嘛是海关等等执法单位重要的工课。Canes lo hacen bien en más de 12 sustancias que están incorporadas en su ya trabajo de fiscalización. Ellos hoy han podido hacer detecciones de gran cobertura。智利媒体报道指出，伫咧科技执法的配合，为2020年到2025年，真济海关的掠毒犬已经查到1.6吨的高科技大麻，还佫有960多公斤的非法的合成药啊，成绩拢真好。这个训练狗仔中心嘛接受军方的委托，变做代理训练军犬的中心。因为智利海军除了维护海域安全，嘛是重要的海上执法部门，任务范围包括阻挡海上的走私、护渔船等等任务，还佫有这片海洋环保的工课等等。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西半部的日夜温差大，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平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离公雨。
南部、东北部地区甲基隆北海岸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甲马祖是多云到好天。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